节目拍婆啊专线0800717172，谢谢。有时阵心内温水，犹原不敢讲出嘴，忍受一切酸苦味，决心大只不放弃。故乡的心爱我爱，虽然他乡的梦也袂圆，我犹原多一句冤，予人看无起，心要去做代志，惊什么？啊，啥人同情出我的囡仔？他乡的月无甲圆，他乡的路无甲圆，可自己的勇气。谢谢新店庆华大哥，家人文den大哥，溪口罗太太，苗栗蔡妈妈，新朋友085-839-245，谢谢559的泰山大哥，感谢6458新朋友赶来拍婆啊哦。找头路无遐容易，有时感觉无如意，我犹原提出勇气拍拼做生意。啊，啥人关心出我的囡仔？等待我趁较有钱，打拼事业好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谢谢。